伫咧大树后壁有一间真大班的黄色古厝，这是顶港有名声、下港真出名的宝岛歌王黄三元的故居。黄三元出世伫中华埔心，伊老爸黄义伫日本时代是地方的保正，嘛是制糖会社的负责人。伫1939年，伊开2万块，差不多是当阵2架地价值，佮请日本的建筑师来设计，互这间厝展现台湾、日本佮西洋的风格。这间厝较早日本时代要起的时阵吼，较早是袂使有买迄铁啊，就对安尼，拢暗时啊去偷买。这日本人做足勇的，你看，迄地动吼，就好伊地动，这拢无去淹大地安尼吼。啊，这条高本来直的烫去遐去安尼。啊，伊的地理师来看，就是这弯安尼吼，只有一个穴安尼。所以吼，人迄日本人咧起厝吼，足厉害，拢会晓看风水安尼。所以这吼起了是这样出高人。厝内兄弟拢真有才调，大兄是管理员，其他的人不管是官场甲生理场，拢真出脱。敢若黄三元坚持家己的兴趣，规心发展音乐。囡仔时，伊就去园林一间音乐社学乐器安尼吼。伊读册毕业，怎样去做兵？啊，做兵的时阵吼，伫军中有一个空乐队安尼吼，啊，伊就伫遐闹军。退伍的时阵吼，迄个亚洲唱片公司吼，怎样邀请伊去灌唱片安尼。头一首就是《素兰小姐要出嫁》安尼吼，这条歌做轰动起来。这首歌嘛有拍片电影，电影做煞的时阵，我兼电台。啊，我做囡仔时去看，哦，规个戏口安尼爆满安尼，排规路就对，排到足长安尼。这条歌怎轰动全省。这条互伊唱甲抓袂牢的代表作，其实是1960年日本歌星小林旭演唱的电影主题曲《阿基拉诺索兰鲁西》所改编。那因为伊大概啦，电台拢是唱这条歌，啊，这条歌是伊一生中的代表的作品，而且这条歌嘛是日本传过来的曲，然后添咱台语的这个歌词，所以会当讲是一个日本甲台湾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交流，我感觉对后世来讲是足重要的。黄三元用伊充满感情的声调，唱出歌迷的心情。有思念故乡的情歌，三元相思曲，妈妈交代的话，才会经典作品。伊对音乐的坚持，就算尾啊出车祸，断一支脚，同款无放弃，继续唱出亲像暗头的水鸡、抱残的姑娘，这么好听的歌曲。不管歌曲偌尔唱，偌尔死行，黄三元同款骨力，犹原谦虚，安尼做代志的态度，加上伊的歌曲，互济人继续笑念这个宝岛歌王。